太师。啊，向你赐意差役，老夫差了不成？太师。从我进府以来，大内几乎恩爱，朝朝暮暮，你形影不离。想不到，你竟然为得讲出个两句闲话。是人么？礼报以全能，卖淫精人，他不够区家奴后做人。今上今世能够搭内结为夫妻，我觉着自家三生有幸。但是想不到，我一片真心对你，你竟然这样的对我。我只要不人欢喜，你可以随随便便我去送人家。我是一个人呀，一个有个人的人呀，我一分不是终生了。父子情，竟把奴做牺牲，辜负爹叔一片心。我现在无人明白。不过我还是有一句闲话要对你讲：一女不嫁后夫，人也送一儿终。太师奴生是是你的问，生
人生